不知伯爷可会习琴？啊，琴弦都断了，你这琴质量不行啊！这东西就跟习武一样，没有多年的功夫，怕是难有成就。画画，当真要学？嗯。画画不必如此用力，轻柔，慢捻。哎，等会儿，快来，帮我一下，我头发被缠住了。怕是花花都没有你调皮吧？你快点行不行？花花别急。我会慢点，不会弄疼你的。哎，好了，弹琴没意思，我要换一个。这不知伯爷可会下棋？我下这儿。嗯，不行。那我下这儿。你笑了，肯定有诈。那我就这儿，就放这儿了。这回真的确定了？又想诓我？这回我可不上当了。下棋嘛，就跟我祖父上战场一样，排兵布阵，耍的都是心眼儿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还就放这儿了。也罢，既然你主意已定，下一局吧。我又输了，不可能！明明我占上风的，你又算计我。花花莫急，所谓攻比固我，入界。别说了，说的我头都大了。这样啊，咱们再来最后一局。最后一局呢，你就让我一个子，我一定能赢你。可是花花，我已经让你20个子了，干脆这局我认输算了。啊？20个子了吗？有这么多吗？伯爷，我觉得吧，这下棋也不好玩，就是挺不实用的。也是，下棋本是风雅，对花花而言的确不太适用。伯爷可会作画？需先将笔锋润透，方可画出粼粼波光之感。你早这么教我不就好了？还有什么学不会的？这一条是他，一条是我，看起来登对齐了。你看，其实习画如同练武一样。天分固然重要，但仍需长久磨练。京中贵女善画者鲜有，唯有石飞仙一人，自小琴画研习10年，方有小成。好你个荣霞！我看你画的不是你和我，是你和石飞仙吧？画画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石飞仙从小研习字画10年，画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只比他略逊一筹。他画的好，你找他去吧。别教我，省得碍你的眼。我不能便宜了你们。哎，花花，